着家己谦卑伫主的面前，伊就要高升恁，亲近上帝，伊就亲近恁。恁犯罪的，就洗恁的手；两有心的人，就清去恁的心。亲爱兄弟平安。这条咱要做伙，用俄罗感恩的心，做伙来俄罗敬拜咱的上帝。首先，咱要做伙来吟圣诗173首，用诗歌来俄罗敬拜上帝。圣诗173首，上帝即是临在，请咱起立来吟。这条，请咱同心额头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从早起，当我进入圣殿，过来朝见你的时阵，恳求上帝你的听，搁一摆临到阮的中间。上帝啊，我每一个人，当初拢是受到你的听，你的感动，我每一个人来行入进入教会。18年前，当我伫老土尾也做生意的时阵，圣神来充满我，互我头一摆感觉到，我这个污秽的人，我这个未堪的人，总是这个世间要有一个上帝遐尔啊疼我，所以迄当时我大声喊，因为上帝你望着我的内心，互我感觉到上帝你的疼。是遐尔啊伟大，
你总是有耐心，等我20几年，互我才进入教会来受洗。恳求上帝，你会听，搁一摆临到我每一个人的中间，互我每一个人搁来笑念，上帝你是安怎有耐心来带领我进入教会？恳求圣神的听，上帝的听，圣经的听，搁一摆来临到我上的教会，尤其是我每一个人的心中，互我知影，基督的信仰就是听，上帝你就是听。检查若无听心，我所做一切就要真做空空。恳求上帝，你来帮助我，互我会当恢复到这个信仰的本质，就是我甲上帝亲密关系建立。我来甲教会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搁一摆，伫你的面头前来朝见你，来敬拜你。恳求你用后面搁一摆来光照我，互我拜一甲拜六，我伫这个世俗里面所有挫折、所有的屈辱，上帝你用后的面搁一摆光照我的时阵，我心内黑暗就要完全的去除掉。当你甲我同在的时阵，我迄个火热的心就要搁一摆伫我的腹内，伫我的心内，要搁一摆来烧起来。上帝也恳求你，互我恢复甲信仰的本质，互我知影，这个信仰是我每一个人甲你的关系。这个信仰不是别人，圣经的话是对我每一个人讲的。服侍是我每一个人爱去服侍你，不是别人的代志。恳求上帝，今早起，当我每一个人，你所敬调的囝儿来到你的面前的时阵，我唔要献上我的忏悔，恳求你来赦免我所有无完全的所在。既然我所得罪你，互你无欢喜的所在，恳求阿爸你来赦免我。你也知影我的软正，恳求你来帮助我，伫我软正的所在，恳求你的阳光亲身来显明你家己的奇妙甲荣耀，互我的软正成做上帝你水的见证。主，我的祈祷无完全，当我要搁一摆用你所教是阮的主祷文来祈祷的时阵，恳求你帮助我，互我无单单是来背这个主祷文，互我是为内心，搁一摆来思考，来想念上帝你所要教示我的。这条我要用主祷文来想念你，安尼同心来祈祷。我伫天里的地，愿你的名声，你的国临降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一息，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地去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这条咱们三甲来交托启应文，启应文第13篇，记载伫圣诗后面第19页，启应文第13篇，我来启，请会众来引。上帝啊，照你的慈爱怜悯我，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，因为我家己在我的过失，
我所犯到的，就是得罪你那样。你到你讲话时，显明罪义。我是伫罪恶中生的，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。求你用牛吃草洗我，求你洗我，求你让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。求你你的面无看我的罪。上帝啊，求你给我创造清奇的心。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。上帝啊，你是救我的上帝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嘴唇，因为你无爱借面，若爱我就要献。上帝所爱者，就是忧伤的神。这时，咱要搁继续用诗歌来学了敬拜咱的上帝。圣诗296首，请咱起立来吟。耶稣调我来行天路。Yeah.
请坐。这时圣歌队要用诗歌来锻炼咱，做伙来学了敬拜三位一体的上帝。因所要吟的诗歌是永远受称赞的上帝。感谢圣歌队锻炼咱用诗歌来敬拜上帝，愿一切荣耀归你，永远值得称赞的上帝。下面咱要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的旧约出埃及记第3章第1到12节，现代中文译本70页，台语汉语本第60页。伫咱座位头前圣经，咱会使来先来看。出埃及记第3章第1节到第12节。当我要用台语汉语本来中读。第1节，摩西告伊的丈人米甸的祭司叶忒罗的羊群，赶羊去旷野的后面，到上帝山，就是何烈山。耶和华的使者伫刺皮内火焰中对伊出现，伊看见，看刺皮互火烧，刺皮也无倒去。摩西讲：我当要过去看这个大的景象，这个刺皮怎又无倒去啊？耶和华看见伊，我去要看，上帝
就对起笔来对伊讲：摩西，摩西。伊就讲：我伫遮。伊就讲：你无得叫我来，就烫你骹里的鞋，因为你徛的所在是圣地。佮讲：我是你的祖公的上帝，后必勒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摩西惹伊的面，唔敢看上帝。耶和华讲：我的百姓徛起伫埃及的，因的困苦，我实在已经看见了。因为着独工的来嚎叫，我已经听见了。我本在因的痛苦，打我落来，要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带因出迄个地，到肥水开阔的地，到流奶甲蜜的地，就是迦南、赫、阿摩利、比利洗、希微、亚布斯遐个族的所在。当以色列人嚎叫的声音，甲互我听见，我也看见埃及人苦楚因的艰苦。当你来，我要找你去见法老，带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出埃及。摩西对上帝讲：我是什么人，通去见法老，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啊？伊讲：我实在要甲你伫地。你带百姓出埃及了后，你要伫这个山服侍上帝，这要做我找你的证据。以上，愿上帝赐福听伊话，佮照伊话去行的人。今仔日四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关键时刻，定义家己。咱准备心来领受。咱都做伙来祈祷。听阮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主日的早起，阮会当来敬拜你。主上帝，这是阮恳求你的信心，进入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。主，互阮所讲的、甲听的人，拢会当得到你的帮助。主，阮将阮的礼拜交伫你的手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的教会对2013爱你一生进入了100年，也对2014爱你一世开始了第2个100年。所以伫爱你一世的开始，上帝却允准咱的教会经历了通讲是100年来第一届信心的考验，就是顶个月底，咱的主任牧师选举无通过，带予咱教会真侪不安。所以小会员，也就是牧师甲长职来甲咱的长老，对伫即个有深深的反省甲检讨，所以伫咱的受部顶悬有牵出小会牧函。期待之后，对伫咱的会友有更较深的了解甲沟通。对我来讲，这个代志是我伫担任这3个月牧师团主席时所发生的，所以我也要向所有的会友、咱的长职甲牧师来回信的。因为主任牧师选举这件代志无顺利来完成，造成咱大家心内不安。有人讲危机也是转机，听兄弟，特别咱做基督徒的，虽然伫这个时刻，好亲像咱的教会无主任牧师，互咱大家有一个群龙无首的感受，总是请咱唔通袂记得，咱的上帝阿爸，伊才真正是教会的头，伊有缘在掌管，伊一直拢在带领咱的上联教会。所以我常常会去想，为什么上帝允准这件代志发生？伫这个时刻，上帝要提醒咱什么？
上帝爱甲咱讲啥物，上帝爱咱做啥物，而且咱阁要安怎来做？听兄这，互咱会当看别人，搁较来想咱家己。伫这个时刻，上帝要对我讲啥物？2009年，天下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印度企业管理的大师，瑞姆夏兰，伊所写一本册叫做《逆转力》。这本册其中有讲到，当一个企业伊面对着真大的变动，假做一个领导者，伊要重新来思考5点。第一个，就是你是不是会当看见未来？第二个，爱找到对的人，放伫对的位置。第三，爱去知影咱的客户到底爱的是啥物。第四个，爱革新，应变收慢就会互人淘汰。第五个，唔通讲收济，收济，赶紧实际去做。今仔日牧师要用这5点，通过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，上帝呼召摩西的记载，用关键时刻定义家己，甲大家做伙来分享甲思考。上帝伫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中，来提醒咱每一个人，今仔日咱应该要做啥物？第一个，看见未来。咱看到今仔日经文第1节到第6节。有描写着摩西伊伫火烈山顶，看见气魄互火烧，总是气魄无倒去。第7节也安尼记载，我实在看见啊，我也听见啊，我也知影。第8节有讲，我要落来救因，带因到留恁甲密的所在。12节上帝对摩西讲，我实在要甲你伫地。你带变士出埃及，各位兄弟，通过我拄则所读的这经文的描写，咱看见是上帝在带领摩西来看见以色列人的未来，这是第一个关键。所以咱是不是会当看见未来？这是上困难的，总是上重要的一个关键。旧约圣经箴言29章18节讲。若无密事异象，变事就放枪。伫教会的宣教士顶悬，也有一句口号讲 ：“No vision, no mission。”就是讲，若无一个异象，咱就无任何的使命。今仔经文甲咱讲，摩西伊通过分离不悔迄个气魄，伊向前亲近上帝。伊所看到的是以色列人的未来。请问各位兄弟，当咱来到上联教会来敬拜上帝、亲近上帝时，咱是毋是有看见咱家己的未来？咱是毋是有看见咱的家庭的未来？咱是毋是有看见咱的事业的未来？还有，咱是毋是有看见咱的教会的未来？请兄弟。摩西伊看见啊，咱呢？第二个，爱找对的人做对的代志，也就是讲，咱爱找到对的人才，放伫对的位置顶悬。当咱若继续将咱的圣经往后壁来看时，伫出埃及记第4章14节，上帝爱摩西去找亚伦，为什么？因为摩西讲，上帝啊。我袂晓讲话啊！上帝讲无关系，你袂晓讲话，你去找你的兄哥亚伦，因为亚伦真会讲话。就好亲像去年咱的教会有中级的选举，或者是当年咱的团契拢会选出干部同工，这受选的人一定是有因无同的优点，通好互相出来，彼此甲牧师同工。做伙来处理教会各项的事工。对去年12月到伫今年的2月，是我接任牧师团主席。伫这段时间内，互我深深知影，家己确实毋是担当主任牧师团主席的一个材料。
互我嘛真心来反省，我真正是毋是有尽着搁较大的心力，做一个好的父母。真感谢上帝，互我有借着做牧师团主席的机会，互我搁较清楚认识我家己，搁较互我对伫担任一个对主任牧师有帮助的父母，有搁较大的热心甲信心。找着对的人，放伫对的位置顶悬。伫上帝国的服侍，所有的积分，无分什么叫做重要的，也是无重要的。为书面书的道理问答第一条有讲到，咱人出世的目的是啥物？咱一生主要的目的是啥物？伊的答案就是讲，荣光上帝，掠上帝最欢喜。有一个记者，伊问到世界真有名的指挥家卡拉扬，问伊讲，伫乐团中上好演奏的是倒一个位置？卡拉扬讲，第二提琴手。记者讲问，奇怪，那毋是第一个，是第二个提琴手？卡拉扬讲，因为我会当真简单来找到真济真牛的第一提琴手，总是要找到一个愿意担任第二提琴手，而且还有迄个热情充满的人，真困难。这是真可惜的。一个乐团若是无第二提琴手，根本就无和谐音乐。想想这个故事，互咱会当真济反省甲思考，总是也讲出一个真大的学问。伫一个团队中间，总是爱有人欢喜担当无同的角色，以及要将咱人放伫对的位置，各就其位，安尼这个团队才会当运转甲真好，而且发挥上大的功效。第三，就是爱保持革新，就是爱用新的方法、新的行动。咱若继续看咱的圣经出埃及记13章，17到20的记载，咱的上帝引带以色列百姓，是用人所想不到的方法，伊是用风条甲火条带领以色列人，而且是行无同的道路来往前行。出埃及记14章，伊安尼讲，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，是用人想象袂到的方法来过红海。一般人过海拢爱坐船，总是上帝予以色列百姓安怎过红海？行大地，行大的地来过红海。上帝伊是用新的方法，伊来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迄个做奴隶的地埃及。伫企业界有一句话讲，咱若无爱进修，就要退休；咱若无爱退休，就一定爱进修。网络顶悬也流传一句话，讲人若老啊，有4化：第一个知识退化，第二个思想强化，第三器官老化，最后就要等待灰化。所以对咱人的身躯来讲，咱人有4化。同款，伫咱的信仰顶悬嘛是同款，千万唔通掠做咱信主哪久，咱的信仰哪无问题。所以咱伫信仰顶悬要常常保持不断的改变、革新。应变若是受慢，咱的信仰强化的时，咱容易互魔鬼留地步，咱真容易受到魔鬼撒旦的攻击。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有讲到，所以人若踮伫基督，就是新创造的。听下咱的人命需要不断更新，也就是爱不断将咱家己带到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互咱会当着用心智活心来变化咱家己，不断去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、纯全、通欢喜的旨意。听下爱知影咱的上帝是久也个永生的上帝，爱知影咱的上帝是久也是永生的上帝。
第四个，爱了解信徒的需要。伫这本册的中间，因为伊是企业管理的册，所以讲到爱了解咱的客户到底要啥物。咱继续看出埃及记16章，有讲到玛纳甲安豚。17章也讲到上帝互石破出水。18章佫讲到摩西设立百事的馆长，有10副长、18副长、1000副长，等等记载。这表示上帝知影伊所带领的以色列人真正的需要，而且提供因所需要的。咱丢落教会，毋是丢落的教会，伊是丢落第二制度的教会。这个主任牧师选举无顺利，实在是咱小会员忽略了会友的声音甲需要，无好好甲所有的兄弟姊妹、所有的会友来说明、来沟通。各位兄弟，上帝设立教会的用意，是要互咱伫地球有一个属灵的家庭，搁较要互未认捌耶稣基督的人，通过教会中的咱每一个人，互伊会当感受到上帝听。所以伫咱的教会会友、无道友、甲青少年，特别是新朋友，拢是咱每一个人关心服侍对象。咱必须爱知影因需要的是啥物。有一句英语安尼讲 ：How should we make impossible possible? Just take out I am。意思讲啊，伫英语无可能这个字叫做 impossible， 可能叫做 possible。差伫倒位？就差伫迄个头前的 I am。I am 伫英文的意思就是我是啊。I am， 好，就是当咱看无家己，有真侪无可能，就开始要变做可能。也就是爱咱对别人的角度、别人的想法来看代志，毋是只是直直坚持家己的想法、家己的看法。听这，如果我是会友，我是无道友、青少年或者是新朋友。我会望教会牧师长职安怎关心接待我。如果我是一个长职，我会望教会会友牧师安怎关心对待我。如果我是牧师，我会望教会长职会友安怎关心对待我。也就是讲，咱换一个角度，徛伫对方的立场来想看卖。咱就会体会别人的需要是啥物。第五个，打拼工作。出埃及记20章以后，就是上帝摩西通过上帝启示，得到10条诫，了后伊就制定的律法甲制度。我相信咱的教会有真好的制度，咱的教会也有真侪人才，应该会当有真侪真好的想法。总是重点是爱咱赶紧去做。有一个广告词安尼讲 ：Keep working, not keep walking, just do it。唔通直直地行来行去，爱去做啦，就是去做就对啊。唔免讲收济，收济，咱应该爱赶紧实际去做，自我调整，认真实际，提出行动。今仔日题目关键时刻定义家己，我用意就好亲像咱头前所讲的，咱的教会永远在超车主任牧师的事，咱面对一个未知的未来，这个时刻对教会来讲，不管咱讲了啥物，受了啥物，总是咱的作为，咱的决定，在这个时刻会定义咱是啥物款的人，也会显出咱的本质是啥物。伫旧约以斯帖第4章14节，末底改伊对皇后以斯帖讲：
要啥知你得到王后的位，毋是为着今仔日的事实啊！各位兄弟，咱今仔日坐伫遮，上帝互咱一个机会，敢毋是安尼？伫关键的时刻，咱每一个人拢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。这可能是一个失败的关头，嘛可能是必须要做出一个独排众议，甲别人无共，或者是讲这个决定是咱所无欢喜做的一个决定。总是这个时刻，会互咱每一个人有一个机会，重新定义咱家己，决定咱的未来是向顶悬来提升，还是下骹来定论。互咱等到今仔日的圣经在第1节到第6节，摩西伊看到分离不悔的迄个异象，关键就是伫这个时阵的现象，甲摩西平常时所了解自然现象，甲伊以前所理解的看见的自然现象拢无共，所以就决定要前来看一个明白。即等伊前要看迄个异象的时，上帝对伊讲，就烫你骹年的鞋，因为你所踮的所在是圣地。听下这，今仔日上帝要通过这节圣经再来提醒咱，咱要向前亲近上帝，咱要停落来，咱思考一下，这是上帝的世界，上帝的教会，上帝的时间，互咱会当学习摩西，用烫咱骹年的鞋来表示敬畏顺服的心，来领受上帝对咱的呼召，也用谦卑受教的心来回应上帝的呼召。圣经第1节讲，摩西回答：我是什么人？现代中文译本圣经是讲我算什么？个今仔日英语的版本啊，伊是讲 I am nobody。Who I am， 那是用一般少年人华语在讲的是什么？我算哪根葱啊？总是兄弟姊妹，上帝允调咱，选择了咱有分伫伊的教会来敬拜。咱想看卖，别人的教会无的确因无牧师，别人的教会无的确因的礼拜堂爱用借的。甚至因即嘛真辛苦在募款建堂，想看卖咱做一个双人教会会友，咱是偌年啊好运啊！会当坐伫这个舒适的礼拜堂，而且咱这群人，咱特别有福气，因为咱参与了教会旧年100年的庆典，今年是101年新世纪的开始。2013到2014，爱你一生到爱你一世。想看卖，咱算什么？总是上帝给予咱这么啊特别的机会。所以圣经讲我是什么人？这是摩西伫以色列人真关键的时刻，伊来定义伊家己的一句话。听下这，互咱每一个人做一个现代摩西，当上帝允准代志发生，上帝到底要提醒咱什么？上帝要甲咱讲什么？上帝爱咱做什么？而且咱还要安怎来做？互咱来学习摩西，褪去伊骹年的鞋啊！咱嘛要褪去咱家己的骄傲，咱的自我中心，谦卑家己，顺服上帝。合一伫信心的工作，因为上人教会是上帝的圣殿，咱重新定义咱家己，互咱诚做促进教会合一、前行迄个关键的一分子。牧师伫这个所在，要搁一届来拜托咱所有的兄弟，咱做伙谦卑学习，顺服上帝。若是咱的兄弟，咱的心中犹原对伫顶个月主任牧师选举的代志，感觉心内有不安，也是无妥当的感受。
且咱毋通去找别人，或者是去对别人来讲，咱是将这个感受带到咱的祈祷中，或者是讲我一定要找人讲，请咱的兄弟只有找相连教会的牧师，也是你的区牧来讲，搁甲祈求上帝通过咱愿意彼此认罪、彼此接纳，来恢复咱的生命中对上帝迄个热情甲信心。过去100年，上帝用伊看袂到的迄双手，保守引带咱相连教会来行过，毋但行过，而且是丰盛有春，互咱来行过。同款伫新的100年，关键的第1年，伊犹原要继续带领咱。最后，咱要用六龟育幼院来核心所唱的一首诗歌，那双看不见的手，来加做咱对上帝感恩甲咱的祈祷。来当伫这歌声中间，咱安静咱家己，咱求上帝通过这首诗歌，互咱得到安慰，也看见伊的愿望。通过这首诗歌，咱当安静伫主的面前，咱求上帝也帮助咱，会当搁一摆合一三知伫主的面前，咱要正做教会认真行迄个关键的一分子。咱求上帝，互咱看见咱教会未来，咱家庭的未来，咱事业未来。咱求上帝来帮助咱，因为上帝讲。伊对咱所有的所怀的意念，是守住平安的意念。上帝要互咱有希望。受定的手，要搁一摆拢伫咱的心内。咱将咱家己交互主，伊要用伊受定的手，
安慰咱，互咱打碎心，得到润平。咱独独需要将咱的心打开，互耶稣的手来摸咱，咱放落咱一切，咱所有的感受带到主的面前。咱做伙来祈祷，听阮的主上帝，让阮搁一摆谦卑家己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阮恳求你的信心，即时甲阮伫地。主，因阮知你听阮，虽然伫阮的人生过程中，阮有缘的拄着真侪代志，超过阮的认知，超过阮以前所使用的方法。主，总是阮知，当这的代志出现的时，上帝，求你帮助阮转到你的面前。上帝，你要甲阮讲啥物？上帝，你爱阮做啥物？上帝，求你来帮助阮。当阮在面对未来，有当时阮信心无够，总是阮要讲主啊，我信心无够，求你来帮助。主，阮要将阮的教会搁一摆交伫你的手，恳求你的神甲阮伫地。主，阮知是上帝。你所允准的，阮也要搁一摆伫主的面前，阮顺服。主，恳求你来帮助阮，伫过去日子中间，阮的心若是无平安，感觉无稳当的，主也恳求你用你修定的手来摸阮，互阮得到安慰，因为阮知上帝你在掌管。主，阮恳求你祝福阮的教会。主，因为阮相信上帝，你要差派上帝你的工人，阮的主任牧师进入伫阮的中间，继续引带带领阮。主，阮有缘要知，你才真正是阮教会头。主，就恳求你施恩祝福阮所有的兄弟姊妹，阮的长职，阮的牧师团。主啊，互阮真正谦卑阮家己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甲主讲，主啊，阮伫遮，求你来垂听阮。主，互阮每一个人会当加做教会合一，教会继续行迄个关键的一分子。互阮搁一摆重新来定义阮家己，阮是要互主所使用的器具，阮是要互主所使用的家己。主帮助阮，无论伫阮的家庭、伫阮的工作、伫阮的生活中，会当为你做水的见证。主，恳求你继续施恩怜悯阮，阮的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咱要继续用诗歌来回应上帝听。圣诗258首，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，请你起立来吟。
请坐。直接咱的备办心来奉献。咱后头一摆来上林教会，你也未填来宾留名卡的，伫咱座位头前，有来宾留名卡甲笔，请咱来填写，交予收奉献的执事，互教会有机会来欢迎来介绍你。直接咱备办心来向。